大家好啊！歡迎你哋嚟到 KK 頻道。今日我就想分享下呢一部 notebook，我點樣拯救佢免被堆填。喺澳洲咧有好多廢置家具同埋電器。咁上個星期咧，我就從垃圾堆裏邊咧執到一部 MacBook Pro，model 咧就係 A1286 2011年版嘅。配備咗 i5 一代540M 處理器同埋4GB RAM 啦，呢個係11年前嘅型號嚟嘅，咁其實比較舊㗎啦。依家現時 Intel 咧就已經到咗第12代 i5 嘅處理器，而全新 MacBook 咧已經採用 M1 嘅架構。咁我返到屋企咧就試下部機，就發覺唔能夠插電，亦都唔能夠開機。咁我嘗試去檢查下啦。首先我拆開個電腦嘅主機板嚟望一望。咁發覺所有嘅嘢咧都係完整嘅。咁發現有一啲塵埃啦。咁樣首先咧就用吸塵機咧就去除啲塵埃。咁我細心留意咧，其實咧個主機板咧有一點嘅鏽跡。咁我就用工業嘅酒精去除嗰啲鏽跡啦，並且檢查埋啲連接線啊，睇下有冇生鏽。之後我就清潔電源嘅接駁位。咁我再嘗試用火牛開機啦，竟然都可以開到機喎。但係咧只有白畫面，並且呢個 hard disk 咧沒有反應。咁我就清潔個機身啦。咁機身咧就十分之污糟㗎。咁我嘗試咧就更換咧一個固態硬碟 SSD。咁喺網上買咧就大概20蚊澳幣左右啦。再重裝 macOS 嘅軟件。就使用 USB 直接安裝，最後竟然成功咗啊！安裝完軟件之後咧，我開機測試，發覺呢一部機咧其實都非常快㗎。i5 嘅處理器實在不足，似乎10多年嚟咧 i5 嘅第一代咧都未被淘汰㗎。開機嘅時間咧就大概30秒啦，以11年嘅電腦嚟講咧都十分不錯㗎啦。因為屋企有spare RAM 啦，咁由4GB RAM 咧就升到8GB RAM，開機時間咧竟然都係30秒以內啊，實在係好 amazing。咁瀏覽 web page 啊，睇 YouTube 啊，我都覺得十分之快㗎，可以平常簡單咁樣使用。咁你可以睇到咧，使用上係十分流暢嘅。唯一一個缺點咧就係唔能夠使用新嘅系統啦，但係舊系統 OS X High Sierra 咧仍然都係唔錯㗎。咁我都好開心啦，能夠拯救呢一部機，避免堆填。平時我就只係用 Windows PC 嘅啫。咁呢一部機咧，我會用作嚟咧 Mac 機嘅測試軟件。多謝晒大家收睇啊，拜拜。